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语台咧，伫咧线顶吼 YouTube 频道和华视双声道台语部分来看亚洲棒球锦标赛这场咱对这个中国队的这个比赛，目前是12点半啦咱嘛讲的是这个超级顺发赛第2场的这个比赛，昨呢咱是输给日本，不过无要紧，咱今日要重新来个起鼓啦今日咱对上的就是咱讲的这个中国队。咱今日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报这场比球。边咧是咱的主持的国际老师，老师你好。阿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啦有影咱讲到这场比赛咧，咱昨输给这个日本虽然这个3-2啦但是有较可惜。但是老师讲，这个昨迄场比赛毋是上关键的，关键的就是马仔这场比赛啦今日咧咱嘛是有真好的这个先发的这个阵容来做应对。今日咱是先手啦先讲的是中国队。咱今日这个投手是来自中信兄弟这个罗明阳其实伊伫咧第一场比赛对巴力斯坦嘛有投一局的这个内容啦今仔日咧咱阁想要用咱的这个职业咱的 Pro 的这个选手来和中国来应对这个中国摆出来这打线咧，1番是牛培，2番是王子琪，3番是郝汉光，4番李环，5番赵新良，过来是6番赵冠德。过来7番是罗彬彬，8番是吴天元，这9番是张家月。咱台湾的这个手臂的部分，咱头头讲到pitcher， 咱的投手是罗明阳，咱佩戴这个捕手是真正有这个home run表现的蔡伟泰。过来是1垒手，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2垒手是李威，3垒手是高玉伟。这个咱讲 short 咧是林武力，这个外野手分别是 left 蔡地如 ，center 是陈浩稳。咱的来度是杨振如，所以咱讲到这个手臂的位置啦敢若换投手和这个捕手啦捕手是昨时咱看到讲对日本有一个 solo home run 的这个吴尚勋，今日是蔡伟泰。今仔这场比赛是非赢不可啦，有影。这场比赛输去咱这个超级循环赛会变1胜2败啦。是，就是这个对战组合，袂较危险啦，爱去比一下安尼。是，就是万不利，若是输去，就是拢是一个赢场，2个败场就是韩国，韩国暗时。你韩国暗时，你讲这场输于韩国暗时日本就是因2队拍冠军赛。对。咱先拍嘛当然。机会是非常的少啦嘛不离个嘛是爱细腻。伊咱拢知影讲即个中国的即个队伍，伊伫2005，个2005是第23届，个2019第29届，是，因拢要拍败韩国队。有影。即2届因拢摕到季军，摕到第3名。所以棒球也是有一定的实力啦先来看这球，这个讲出去右外野，应该无问题。一个界外区，该接杀，用第1粒球，解决第1个打者。因为咱过去咱拢知影讲台湾人的棒球什么队拢会使输，就是袂使输哦中国啊。有影。所以咱伫即个2008伫北京奥运，输到2009即个第2届经典赛伫东京啦，这叫做。兵败2惊这是台湾咱讲国体育啦咱讲这是台湾的国体啦因为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因这是面对着中国这是一天到晚要甲咱并吞的国家，所以咱特别爱有志气，特别是咱台湾人上重视的棒球运动有影，咱的国球啦这轮到是中国队2番洪子琪。面对王子琪的这个打击咧，罗明阳成2粒歹球。其实罗明阳今年罗明阳今年伫咧中信兄弟的这个投球内容算袂歹出赛8场本土球员内底伊这个先发上侪7场咧36.1局这个真好的这个表现但是目前伊是3粒歹球。一个好球入来，
今仔即场我是希望吼，较早考倒吼提前结束。看到我的五局哈，5局是爱15分的。是。这球该放出去，界外区应该是左外野手去接无问题。连续一个正边，一个倒边，拢是接杀。啊，即场啊提前结束吼，会使较早休困，来准备明仔英暗的冠军战。啊，这真重要啦吼。即阵轮到是因的三番65号郝汉光。这球攻出去是一个推向小道，传向一垒，大丈夫的是3上3路。目前第一局顶半局无互中国得到任何分数。咱的线顶的好朋友，唔知大家有入来无？可能大家即阵也咧食豆，冇困到啊！即阵食豆刷，吼，随切电视，也是出咱的即个网络起来看。安会使吼。那么邀请所有乡亲好朋友，甲咱的这个 link 吼连接分享出去，互较侪人知影咱这场比赛伫咧网络顶转播。当时阵咱卖当伫花市富城道来听台语来讲这场比赛。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线顶开讲室 YouTube 频道和咱的花市哦双声道台语部分来看这场咱讲超级循环赛台湾对中国这场比赛要进行到第一局后半局，由咱来攻击吼。咱排出来这先发打数1番陈浩稳，2番潘俊武，3番陈敏树，4番高玉伟，5番杨进如，6番李伟，7番林武力，8番蔡伟泰，9番蔡继如，这是咱排出来的先发打数。拢感觉差不多啦，差不多。还有做较侪调整的，迄天咧，吼，甲即个民事啊排伫咧4番，吼，就是对香港迄个，嘿，啊，但是咱拍甲头前拢点，是尾下才有红不让。啊，先来看这球，陈浩稳攻去甲中外野手单伫遐接杀出局。中国这名投手刘国庆，速度袂讲介紧啦吼。其实咱也好好啊掌握吼，但是惊就是惊讲有当伤急。是，即阵轮到咱的2番 DH 潘俊武，啊，这因的先发投手咧刘国庆是来自因的北京明虎，因的这个嘛算是连队啦吼。第一球射入来是一粒好球，啊，所以含刘国庆。做伙配搭捕手是李一环，因今讲4番吼，啊，这个一垒手郝汉光，2垒手吴天元，3垒手张家我先来看这球，来一球看卖咧，传向一垒哇，也是较袂久吼，这是红刺杀伫咧一垒。啊，这条就是。要讲嘛，讲无远，投手家己来。即阵轮到是咱的3番陈敏树，啊，咱 Captain Taiwan，啊，伫咧对韩国时阵有一个 Sayonara home run， 10-0苦斗对方。哇，这球嘛是讲着过路一垒方向，哇，咱嘛是红3上3路，无得到任何分数，第一局0-0。
通伤急啦吼。结果咱拍的搁较紧，是啊，袂使安尼。继续来欢迎咱所有线顶的这个朋友，啊，目前有差不多要100个人入来哦。即马大家可能还咧食豆。是。啊，咱目前比赛咧要进入到第2局。咱嘛邀请咱的这个所有的好朋友，哦，哪看球哪和咱开讲。好，即阵咱嘛要 log in， 和大家伫咧线顶开讲。欢迎继续透过公司第一台和华视双声道台语来看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哦，目前是超级循环赛，这个咱对中国来到第2局顶半局。我咱讲到第1局咧，2队拢是3上3落。哦，咱老师头等嘛有讲到吼，袂当遐尔拍遐紧啊吼。是。其实咱使透过搁较顶真的这个选球，上垒上垒再上垒。加看几粒啊啦。是。哈。咱这投球也是咱的先发投手罗明阳，吼，啊，这个因的4番呢是这局的第1个人数李环。即马2粒好球吼。是。配搭一粒变化球来甲调。哎。罗明阳，伊的这个球速上紧，买当来到153公里吼，所以这快慢之间买当来成一个打架，一个看击球。哎呦，这球是过来紧哦，3垒球传向1垒，哇，应该是一个 safe， 哇，这就是一个丢毒了后呢，无法度来去应对，这是算是一支内野安打。是讲不要紧啦吼，这球有即摆幸运啦。是。伊过了较慢吼，咱看卖咧哈，伫这3垒。这个3垒手是咱的这个4番的高永伟。高伟撞了较慢一点嘛吼。是。有可能一开始的守备位置，因为是4番啦，所以守备位置嘛守较深一点嘛吼。啊，毋知影结果拍煞，过了无啥有力啦，无啥有力，无啥关气啦。是，即阵轮到是因的5番赵新良。一路有人啦，哇！这球点无好，点无好。其实我感觉咱大概甲台湾甲中国对阵吼，压力拢伫咱遮啦。咱的压力，咱有袂使输的压力啦吼。等到中国吼，因会较轻松啦。是。哦，因输是应该嘛。吼，啊赢是赚到的。有影咱讲，老师头拄嘛讲到，2008年迄场比赛吼。北京系伫北京。哇！啊，因即回迄个。迄当阵的球员，啊，即阵伫咧因的教练团内底。啊，你讲即个张元，啊，古早王伟啦，啊，即个咱台湾队的老对手啦，哈。王伟，就是教练团嘿。迄当阵就是打败台湾北京奥运队，哦，因的即个成员之一，即阵伫咧因的教练团内底。我会记U10杯吼，U10杯嘛，那曾有中国的。对，中国的较早的迄个说校嘛，校红联嘛，伊嘛是教练团嘿。所以咱真正是袂使输的压力啊吼。哎，这球甲吊起来，围攻三振哈。这个罗明阳呢，三振对手因的5番赵新良。这轮到是因的6番赵冠德。投手好朋友，看当来一记无？
头拄仔咱嘛来观察伫咧一垒有人若会情形之下，因嘛是要用点的，但是拢点无好势。哦，两粒球拢点即个真离谱的foul ball。伊想讲，我都先抢到分数吼，这气势就有可能会起来啦。共款是要点，但是这粒落去，哇，这是 wild pitch， 哎。保守有家己比一下啦吼，保守虽然讲投手搏斗，但是保守认为伊家己无甲挡啊好。哦，伊也讲甲挡啊好，应甲球挡伫头前。是。所以目前呢，这个头拄仔一垒走向二垒的是头拄仔公安打起的李一环。蔡伟泰有甲保守吼，甲这个罗明阳小比一下，讲歹势吼，挡了无好。目前球速是投手落后，面对打者是赵冠迪。这球投手应该有处理，要先传向三垒。啊，这个走垒吼，胡乱走啊，胡乱走，要走哪唔走安尼吼？无，这投手这种球啊，投手抓到你二垒的走者是绝对袂使走啊。是，哦，这走的是自杀啦。对，所以先甲这二垒到三垒封杀起来。应该是刺杀，应该是刺杀。哦，投手。传到三垒吼，甲踢到，两个人出局，所以赵冠迪是一个野手选择，野手选择，投手选择抬三垒啦。是。哦，一般咱若讲伫二垒的走者吼，你也球拍去到投手的方向吼，你要确认球通过投手的防区，哦，啊看这球是伫。你的正边啊，是你的倒手边。是。啊，一般你的倒手边，你就能走去三垒啦。啊，若你的正手边唔能走啊。但是先来看这球，应该是界外吧。来，咱的左外野手有机会接杀出去哦。接杀。我哋家在留互一垒的这战略，无互中国队得到任何分数，0-0。哦，好你加在这局，袂啦，这球看起来讲了有较悬一点嘛。是，因为拢是共迄个方向，咱足侪支拢是遐。所以目前呢，来0-0，不是个咧中国队咧今仔日的第一件打出现，所以咱即阵要轮到的是咱的四番，就是咱的中心打线开始。咱的四番是高玉伟。其实目前较现代棒球观念吼，好诶无一定会爱甲像古早排伫4番，因为伊打色会较少啦，所以即马较强诶吼，有诶拢甲你排伫2番，吼1番嘛有啊，你讲说奥塔尼拍1番 ，Aaron Judge 拍2番，吼啊咱今年一个水手吼，一个水手诶保守有够厉害啦，吼这卡拉里一个保守已经讲60支好人啊，哇，伊嘛是排2番，所以其实大家会使思考一下啦，吼，这无一定像古早讲啥物，这个情侣的打者都爱排伫第4番啊，还是讲第3番，伊即摆会用往头前，因为打色会较侪。有影，这嘛是现代棒球一直咧转变啦，吼。是。欢迎继续回来，咱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中国的比赛，即阵来到第2局后半局，咱来攻击。头一个打者是咱的4番高玉伟。高玉伟咧，今仔日伫咧手臂遮吼，有一寡小可丢毒，啊叫这个手较深啦，吼，手较深一点嘛。李一环咧，讲一支内野安打，不要紧，无造成伤害吼。是，先来看这球，来到小队的方向传向一垒。哇，这是。无用几粒球呢吼，2粒球，就国强刺杀。会使加看几粒啦。是啊，加看几粒啊，较出手啦，免那急。等于就是嘛是爱消磨因的一个投手一寡用球啦吼。你加看几粒啊？你问后壁你家己的队友伫遐吼，伫准备区会使加看伊的球咯。是。先来到是咱台湾队杨进如，第一粒是好球，
伊个球无紧啊吼，是咱迄工对香港共款吼，啊对种无紧，但是会派出来吼，会派出来对咱吼，其实嘛是有一定的准度啦。是。即摆两个好球，这球讲出去是中外野和左外野应该是一安打无毋对。哦，这球我落去，应该带他这机会来到二垒。对，伊第一个时间抓无对吼，是，所以这个一支打无，一支二垒安打。这是杨振如伫咱这场比赛讲出来第一支安打。是啦，咱顶半局因着国安打，咱下半局咱嘛是爱回敬一下吼。是，尤其来到这份歌啊，即摆打场二垒吼，啊一出局，咱看卖这两番后壁两番吼，好啊把有影。哦，先摕分数。是，咱讲后壁咱的尾番车嘛是袂歹吼。是。这李伟，啊，过来小联赛这个林武力啦吼，其实讲长期的拢有因的才调。看会当先甲咱的一分讲倒来无？哇，掠第一球，来看卖这是foul ball，但是一垒手，落去，好加载哈，非常 very much，thank you 啊！虽然是买翻车啦吼，但是因为咱对着的级数无共啦，队伍是无共。是。啊，譬如讲，咱的第九番，你讲啊排去你香港队还是中国队，有可能嘛是排伫头前啦。嘛是这个真好的打线啦吼。所以咱这专业有的野手，吼，咱讲攻击的阵容是完全袂输人的。哦，尤其咱讲前三场比赛吼，安尼打击是30几分，虽然涨较点啦吼。但是面对中国，咱当好好个发挥咱的推啊。主要嘛是当着这种队伍较离坎的队伍，莫急。对。哦，莫凊彩彩看到球来就喊。是。啊，有当拢拍到歹球，还是拍到一寡吼变化球，你就无法度拍到阿达里啦吼。是。要形成安打的几率就变少。这球是。掉三哦。掉三 ，hit by pitch。哦，这李友伟咧靠这粒跌到伊的三。哦，来到一垒，所以我之前定下咧讲吼，讲这个华语的触身球翻了无好啦。对，哦，免掉身躯嘛吼。hit by pitch 就是讲叫球跌到，哦跌到你的衫、你的护具、吼你的帽仔，这拢有算。是。哦，拢有算照规则吼，就会上一垒啦。啊是一粒死球吼，比赛是暂停的。是。你也有走垒的动作吼，拢爱搁倒于原位。这轮轮到是7番林武力，比咧，这球安排有球，林武力可能是头点吼，是，这粒是只变化球，二垒是头拄仔讲二垒安打杨振如。一垒是 hit by pitch 去到一垒的李友伟，看当个上弹无？这球让出去，应该是有。没动的，这伤浅吼。即马一出局尔吼。是，这是一支林武力的安打。哦，他装出你速度的风区吼。是。有心甲动落来，至少因是免失1分啦吼。这袂使走啦，这走是自杀啦。嘛是伤。这走绝对自杀的，这除非是讲因传了偏去。哦，你也看吼，你看到，你即摆看到这个 left 吼，看到这个左外野摕到球吼，其实较靠位3垒尔啦，这绝对袂使走。同重要是讲，咱即摆一出局啦，对，一出局你无一定靠安打，你3垒留伫3垒无一定靠安打，就我都摕分数啊。有影，哦，这算基本观念。方程式足济吼，得分。这轮到是咱8番蔡伟泰。这条球安排无球，是一条歹球。蔡伟泰伫咧面对香港迄场比赛有一个 home run 的表现，所以即阵咱是有真好的制造得分的机会开始咯。这希望搁毋若得分尔，爱搁大局啦吼。是，连续2条歹球，我影老实讲加见过啊吼，尤其即阵是满垒。是。
无介意的球，莫凊彩出手啦，吼。有影，啊，你也选着4粒歹球，就是一1分钱倒啊，是接倒来啊。啊，若真正要讲，就是讲较远咧，是，讲啊远就至少有1分啊，是，这应该是好球啦，吼。这安排有扣2粒歹球，一粒好球，蔡伟泰是即个外角吼，是外角假球，因为咱有一寡朋友吼，观众朋友，伊伫人伫外口，伊可能无法度，伊敢若法度看到咱即个 YouTube 吼，是，咱会无法度看到比赛画面啦。哇，所以有当咱就爱对一寡比赛吼，形容吼，咱就爱较具体的，阮的沙无。是，但即球咧吼，搁若出较大港，这飞空吼，是满垒的局面，投手目前球数领先，好球2粒歹球，蔡伟泰打击，这是偏内角，吼偏打者内角。诶，伊想要甲讨一个迄摆 pitch，伊是甲讲有着切着伊的裤无？诶，咱看卖咧，看这慢动作，诶。诶，有诶，但是主审认定啦，主审认定你啊认定你无真明显什么动作，伊嘛用抹歹球啊，是不要紧。满球数，即阵压力来到投手，这是真明显的一个4粒歹球。即阵咱的第1分靠着满垒的局面，哦，这个4粒歹球补上了后，头拄也讲出2垒安打的杨进如，转来咱的第1分。同款也是满垒的局面吼，轮到是咱的高欢蔡地如。哦，这是迄摆 pitch 啦，迄个摆 pitch 吼，这毋是迄个，这毋是歹球哦。奇怪，应该就是一个死球啊吼，死球就是比赛暂停。是。这轮到是蔡地如，好球。哦，像这种外角的假球，主审拢会扣。哦，所以咱的教练团也好，咱的保守也好吼，都要注意讲，今仔日的裁判吼，伊的好球区伫什么位置，是，好啊来运用啊。哇，这球讲悬无见远啊吼，来到看卖咧，右外野手接起来，这个头顶的咱的浪男拢唔敢走啦，因为较浅。这是蔡地如去互接杀咱这局的第2个出局数，不过咱这阵也是满垒，来到咱第2轮的1番陈浩稳。所以我咧讲就是讲，伫即个无人出局，一人出局，3垒有人，就是一定爱甲球讲啊远。是。吼，讲啊远，不管有是毋是安打吼，拢有机会通得分啊。啊，你即粒球讲无远，就无机会啊。所有的人若拢敢若停伫咧垒包顶，唔敢走啦吼。即阵轮到是陈浩稳。啊，1分实在是伤少啦吼，咱希望讲陈浩稳吼，讲一支啊，至少搁摕2分入来。是。这球是较悬的歹球，尤其第2轮啊吼。陈浩稳第1局就有面对着即个刘国庆，是。这第2件断掉吼，应该就较熟啊。较熟啊。这球也是较偏内角、较低歹球，2粒歹球。所以有一寡打者的理论就是讲吼，第1局哦，迄个第1个打成吼，面对即个投手吼，第1粒球绝对袂用出手的，是。爱加看过。有影。啊，无当你啊，当出手一球就死，有当死啊莫名其妙，拢啊毋知今仔日对方投手的状况是安那。拢三无涨到再见，吼，都使安那。这球嘛是偏外角的歹球，连续3粒歹球。其实会使搁等一粒啦。有影。即咱讲骨力健啦吼，因为先啊，用搁等一粒啊，因为你讲无一定是安打啦。尤其咱即阵是满垒的局面吼。是。补上也是1分。啊，咧伫投手。有影。这球是一粒好球入来，3粒歹球，1粒好球。啊，这马嘛是一个呛死啦吼，即马。投手啊，讲你有介意的球吼，你咪用选择攻击。有影。啊，但是歹球吼，歹球你着爱放掉哦。选掉去。是。
这球讲出去应该是有机会，应该是有机会。奥吧无，哎哇！呀！但是伫右外野手同款，这个陈浩文两球吼，拢是右外野手该接杀，留下满垒的局面。但是咱靠着这个hit by pitch 咧，转来1分，1-0领先。哇！实在是太可惜了，一个墙仔边，墙仔边吼。1分尔，咱今日第一个安打是杨进如，伊嘛走到来咱的第1分，靠这就是创伟泰啦吼，去用迄个 pitch 吼夹到伊的身躯。这个真可惜啦吼，这个有2支安打吼，是，有2支安打，搁2个死球，结果咱敢若摕到1分尔，有影，有较无彩。尤其是创地如迄个啦吼，是啦，这个满垒局面。你也讲对换吼，就至少1分啊啦。是。你也讲错地有法度像陈浩稳吼，讲啊发深，对，咱就法度摕到第2分。不要紧啦，比赛嘛打开始吼。是的，咱的观众朋友食到转来啊，搁较侪人入来啊。对，有人咧问讲，今日野球明仔就是冠军赛，是，规场好好，无错。过来，就是为咱台湾加油咯！欢迎继续回来到这场比赛哈，伫咧第2局的这个后半局咧，哇，咱真正是较可惜留落一个哇满垒残垒啦吼。不过咧比赛个重心吼来进行，伫咧第3局顶半局，同款是罗明阳的这个投球，即阵要轮到中国队吼，这嘛是foul ball。同款是一个foul ball。咱为这个比赛吼，会使看到讲中国是一个棒球较无兴的国家啦吼。是。无照你讲地主队咧比赛吼，应该观众席吼，应该有真侪球迷来甲加油啊。是。但是我相信，因为棒球这项运动其实是足复杂的啦。你也袂讲自细汉吼，家己有咧接触吼，还是讲有咧看比赛吼。一般这观众是看较无啦。这球咧是看到咱的罗明阳展现一个起攻，可以xuất推啊。伊这个哪算一个小叉咧吼？小叉吼。诶，咱讲这个肉叉有大叉、小叉。是，张老师嘛有示范过，互咱看吼。这轮到是因的交换张家月。这球是一粒歹球，这球攻出去，右外野手应该是无守备的机会，落伫咧界外区，算一粒好球，一个好球，一粒歹球。这个罗明阳的球证吼，吼不哩遐多吼，是有这个咱讲这个 serve 就是吼 slider 加 curve 啦，就是讲吼，即个骨翘球啦，滑曲球啦，吼，啊嘛有 slider 吼，嘛有骨球，吼，啊嘛有咱讲肉叉吼，啊嘛有即个两线吼，伊的快速球是两线快速球。先来看这球，去找咱的高耀伟的手头，哦，直接甲收落，直接甲收起来。进前咱嘛看到高耀伟有即个手臂吼，这球也无收起来，就是安打吼。是。球攻起哩，感觉有成有希望的。有可能形成安打吼，结果去互各位个没收，没收起来。即阵2人出局，轮到是因第2轮的一番牛培。这是较偏外角的歹球。这罗明芬吼，罗明阳吼，伊个有一种球吼，叫做一马球啦。哦，一马啦吼。
为什么叫金马呢？叫做螃蟹啦，伊迄个地球吼，伊个其实就是讲变种的啦吼，伊地球哪安尼啦吼，哪金马分开安尼啦。哇！金马啦，吼这其实伫美国早就有人咧斗啦吼，美国因叫做 fastball 啦。fastball。fastball 就是讲伊这是 fork 吼 fork F O R K 加 fish 啦吼，就拿成半成肉叉啊，半成前脚半成变速球。哇，伊的这个球路真济啦吼，武器真济，啊，即阵嘛是摕到球数的领先，2粒好球，2粒歹球。哇，这个是 wild pitch。应该雷上无人是无 wild pitch 这个记录。是。wild pitch 是爱雷上有人。雷上也无人，就是一粒歹球呢。是。阵球数以满，满球数。这球是过了，吹向咱的小岛传向一垒，应该是无问题。3上3落，台湾队也是1比0领先。继续，咱们来邀请咱的乡亲好朋友，甲link分享出去。咱山顶即阵嘛是有200外人。第3局这个后半局咧，咱要自二番潘俊武开始来攻击。因换投手哦。因投手换起来是因11号米加宏，1994年出世。21岁。1994，毋是21岁吧？31岁啊吧？31，不好意思。欢迎继续登来到台湾对中国这场比赛，即阵来到第3局这个后半局，咱来到咱的这个二番潘俊武要来进行打击。即阵呢，中国队嘛做投手的调整，派出的是11号米加宏吼，31岁吼，1994年出世的，150公分，90公斤，连续来2粒拢是好球。伊这11号哪会感觉足细腻的啊？啊，你有发觉无？什么意思？我讲伊的。你讲伊的球衫呀？还是凊彩打的呢？叫做细腻的吼，真迷你哇！但是这球去甲弱拍，哇，这是三振，连续3粒球，是。看起来这个投手咧，米加宏一个起来就三振，咱的潘俊武，这应该是伊的slider，是投手的slider。即阵轮到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等于是一个新的开始哈，无共款的投手。像变化球爱细腻哦，吼，唔通作小毛，加看几粒啊？加看几粒，唔好大家拢想要扫大机的。是。哇，共款2粒拢飞空吼。是，这局起来连续5粒球拢是好球，尤其咱出推啊。这倒手的吼，倒投吼，倒投的变化球。一个就来一个慢的啊，爱细腻哦，是2粒好球哦，2粒好球，1粒歹球。陈敏树的打击，好咱5万公，咱攻势再起。这球至少爱个蒙掉吼。是，也是真积极的出推啊，2粒好球。
说米啦吼，米加红。米加红。哇，赶快你看，向三振，一个慢的吼，搁拢紧的。是。所以伫第三局顶半局两个出局数拢是去互米加红三振，三振是二番潘俊武加陈敏树。爱较犀利哦，我认为中国队的策略吼，伊可能用投手车轮战，车轮战吼。是。伊用车轮战，伊有可能每一个投手可能袂投超过一轮啦。哦，就差不多。伊就要换啦。是。所以爱犀利。一两局就换。诶。即阵来到是高玉伟，所以每一局咱若是有即个上垒，迄个得分就真关键。爱好啊把握啦吼。咩啊？因为伊无要你等你熟哦，等你熟伊就要换投手啊。是。即阵轮到高玉伟啊，高玉伟伫咧第二局顶半局是去用刺杀。所以我就一再强调讲吼，爱靠耐性安打。这是高玉伟吼，冲去即个小到面头顶，冲出去一支安打。伊即球主要就是两粒摆球啦，吼，两粒摆球，伊必须要有投好球，吼，无可能个连续三粒摆球啊，伊就搁较歹打，所以有掌握着即粒吼。即阵轮到的是咱的六番今讲一支二垒安打杨进如，头拄啊高玉伟即支安打出现，也是咱。这场比赛第三支安打，看会当家串联起来无？啊，第一球是一粒foul ball界外球。哦，一般咱来讲倒投吼，较有法度压制倒拍。是。尤其你看伊即个走向倒拍这外角的变化球吼，其实面对这打者来讲，面对这种球，并不是太容易来掌握。是。哇，这球。这嘛是同款啊，拢无拍到球心嘛，吼。两粒好球啊，这犀利哦。这有可能就是变化球来甲你防台，哦，要甲你成啦吼。是。哦，你拍袂着，还是拍袂好？是。两粒好球，投手球速领先，咱一垒是讲一垒安打的高玉伟，攻势看会当串联起来无？这球是较偏悬啦吼，是一个空间的啦吼。投了袂歹啦，哦，意思够啊吼。这个咱这杨振如吼，哇，心头真定，安尼无爱出就是无爱出。是。两粒好球，一粒歹球。甲扣出去啊！你看，这可能应该来一个变化球啊。是。哦，对。这球嘛是两粒好球，出手一个。啊，这个米加红咧嘛是，和头拄啊先发投手共一支队伍吼，来自北京明虎。北京咪牛队去。明虎。牛牵到北京嘛是，无啦，跟生笑啦。嘛是有影。这是一个歹球，选了好吼，选了好。这球数。两粒歹球，两粒好球，一垒咧是咱的高玉伟。歹球爱轻调。是。好来，即马因为对上有走者吼，伊的暗号会较复杂一点嘛。好，先头走啊！走无去，走无去，紧！啊，无啦，因为已经回头啊啦吼。是，已经回头啊啦，好加载，这好加载。已经掠着啊呢吼。对啊，这也掠着吼，这也有接着变一个 round down， 变一个夹杀啦。是。哦，好加在传了伤悬啊，哦，这个这是一个大恶霸呢吼。啊，但是头拄啊要走向二垒高玉伟咧，先画停，搁走转去。对啊，好加载，好加载。无惊无惊，哎，好啊，等到即摆已经满球线吼，来，这一个呛数来啊。进入的机会。哇，但是球讲了无好。讲了伤悬啊！敢若有关刀尔吼。看卖咧，哇！这是做外野手来接起吼，无得到任何分数，咱台湾队也是1-0领先。
哇，安尼唔通唔通。观众朋友，继续来甲咱加油一下，即阵来到250几个人哦，咱希望借大家的即个鼓励啦吼，互咱台湾队会当有一寡表现出来。来到第3局的即个第4局啊吼，第3局进前咱的即个表现呢，虽然咱有3支安打啦吼，但是咱有影迄落一寡战术的应用爱好好啊注意一下。应该是讲，即甲香港，咱迄天看香港队共款啦，就是讲，你一定爱不断的上垒啦，你也有上垒，就较有机会。无上垒，咱有咩战术？无上垒，基本上就无战术啦。有影。亲像头拄仔迄个嘛是，即个1垒、2垒，迄个走垒啦吼，有要有偷垒，结果其实是去互掌握着。但是传较悬啦吼。继续等来到这场比赛，台湾对中国，我先来看这球，这罗宾勇去互因的这个二番王子琪攻出一个安打。这球是咱咧讲的，讲中华亚头前吼，是真标准的，先打卖安打。第一球就叫伊掌握起来。是。共款啊，老师头拄仔嘛讲着吼，因换投手，但是咱无换，但是即阵来到第2轮，伊嘛是会较熟，熟悉咱的投手的投法啦吼。即轮到是因的3番郝汉光，郝汉光的第一个打实是刺杀，即阵棍仔举环是做一个底短打，传向1垒，这是保卫的1垒手吼，传向2垒手，1垒的方向2垒手来做保卫啦吼，刺杀。为过来透过这个成功的推进，因头拄仔讲安打王子琪来到2垒，这轮到是因的4番李环，李环就是伫第2局讲出因第1支安打的选手，迄个嘛是营养不良啦吼，高玉伟处理起来较慢一丝啊。这是一个偏悬的歹球。对中国来讲，因上重要就是先抢分啦吼。因若法度先甲咱为咱的手头拍破亚软吼。第一个啦，至少民主就较顾会掉啦吼。是。较袂讲无民主啦吼。就是讲食亚软啦。当然哦，伊也继续甲咱压制，嘛真歹讲哦。大家是爱势力啊。是。因为压力咱压力会较大。有影。目前球数是投手落后2粒歹球，无好球。这球互伊摔腿啊，摕到一粒好球。这粒应该就是伊的，有可能就是伊的肉叉。哦，毋是肉叉，无就是讲伊的这个即马球啦。即马球。即马球嘛是有变速的效果。这球是一个过路，投手家己来接，二垒无法度走。看一下二垒咧吼，头拄咱都有讲过啊吼，你啊投手砸着你二垒走，这叫做自杀啦。是，所以连续2个出球数已经出现，即阵来到是5番刘新良。刘新良呢是因的这个速度，头拄仔面对罗明勇呢是一个 K， 一个三振，应该是好球无问题，愈投愈有信心啦吼，144公里。即摆路上有走正吼，所以也咧投一寡。伊的即马球也好，还是讲伊的肉叉，有当保守你在想办法挡掉的。是。这球向攻出去，但是直接吹手套，吹到二垒手，这是一个接杀。一个第4局咧，虽然红攻一支安打，但是无互
因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1-0。乡亲好朋友，即阵继续，咱来邀请做侪人入来吼。头拄即局咧，吼是看到咱的这个手臂吼，原来有帮忙啊吼。虽然去互讲安打咧，但是连续3个出局数就出现。共款要因的投手咧是李家宏。李家宏，你有看到伊的号码吼？迄10人加做犀利，你有注意到无？一迷你安尼吼。嘿，你看其他人的衫吼，其他人的衫的号码拢较大字。因为有衫啊是空的迄种的，伊的跨度较快，啊但是双一的就较山跳啦吼。目前呢，咱是3支安打吼，所以伫咧第4局后半局，吼咱望咱有一个真好的开始。因为伊个翼较足细啦，你看讲伊迄个翼吼。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记台山顶开讲室，和咱的华视相声到台记部分来关心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于这个中国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咱一定要赢吼。即阵来到第4局这个后半局，投手咧依然是因第2任投手吼，李家宏。这个是偏打者较内角的买球。其实李家宏加第1任刘国庆吼，球速拢毋是真紧啊。吼，其实伊的快速球，甚至于无到90英里咧。是。哦，伊的快速球无超过80吼。照理讲，咱台湾的选手无应该讲拍袂着啦。是。还可能利用即个准度吼。啊，当然我一直感觉讲压力伫咱遮。有当咱会急来敬一粒吼。这个就互咱哇，敬着啊！对啊，敬着啊！这是一粒4粒买球。是啊，我来讲嘿。选球，就是好敬，上垒再上垒。是。这是第4局，咱的头一个打者李威来到1垒。即阵要轮到的是林武力咧，今仔日嘛有一支安打的表现，伫第2局。第1个打手的时阵，即阵面对咱的垒包头顶，咱的这个东坡啦吼，想办法来推进，要搁比出来啊！我是感觉无必要。无必要啦吼。这有较保守一点啊啦，会使加要比啦，袂使我感觉真点就无啥意思，你。面对中国应该是大比分的啦吼。对啦，因为你即种的，你用出局数来换垒包吼，你只要片面双杀打就会使啊。是。吼，双杀第1个片面双杀打，第2你嘛法度有足侪方法用推进的啊。是。咁就一定爱点。但是即球嘛是顺球出手，用点的方式，跑步盖外球。哎啦，你抢这1分敢有意义？哦，我一直认为台湾的，这大家思考啦，因为现代棒球是足无赞成吼，足无赞成用这个出局数来换垒包。是。哦，这有这大数据吼，已经甲你讲这个得分的期望值，迄实在是袂合的啦。是。哦，咱应该上垒再上垒，这是一个好球。哇，这个点的机会就应该搁较少啊吼，2粒好球，1粒歹球，投手是球数领先。其实林武力的打击，咱应该对有信心啦吼。过去几场比赛内底，这主要是咱台湾传统的作战方式拢是安尼啦。是。先牵制一下，较软色的啦吼。是。赶快是林武力倒啦吼，倒。
一类的走者看会到，是。无法度离伤大。这条应该讲出去是一个安打，哦，来，相信武力都无问题啊啦吼。是啦，这支安打真标准哦，这是林武力的这场比赛第2支安打，也是咱的第4支安打。哦，头拄已经有讲过啦，其实正经无必要啦吼，无必要讲你用一个出局数吼。就即阵的1、2垒，2垒是差不多4粒摆球，去哩到1垒，即阵来到2垒。林武力呢是靠一支安打来到1垒，即阵轮到的是咱的8番蔡伟泰。以中国队的投手吼，时速快速球无超过80吼。哇，这个嘛是用点的，要传向3垒，应该是一个 safe。啊！莫名其妙，我是看到最生气的。哇！莫名其妙啊！这是安那？甲你讲了卖点啊，点像这1、2分有啥物意思？是气死人呢！哇，这个是蔡伟泰吼，点去甲投手的方向。无啦，根本都无应该点嘛。吼，中国队呢？毋是日本队呢？是啊，所以这个气死人啊！1、2垒啦吼，即阵咱的跑者游员伫咧1、2垒，不如过咧，这个李一威是去红杀啦吼。这算野手选择啊。野手选择。即阵轮到是咱的高欢蔡地如，同样尤其咱个是第1球就点。好啦，伊这战术的做同保守的方式嘛，就是讲伊要甲这2分送倒来嘛。是。系啊，但是你即马就是出局数，就是同珍贵的啊。啊，加油加油吼！咱即阵，你即马咪要抢1分呢，毋是要抢1、2分呢。是。比赛较中战的啊。哇，你看卖这局啊，拢摕无到分数哦，莫名其妙。台湾棒球进步啊！你可用种幼稚园的方式，气死人。好，无要紧，咱吼这个调整一下，这是一个接杀啦吼。目前呢，1、2垒也是头拄啊吼，这林武力和这个蔡伟泰吼，轮到咱的第3轮的1番陈浩稳。这出局数是通定啊！这现代棒球的这观念，尤其即摆是第4局，毋是第8局、第9局。啊，你这抢这1分、1、2分有啥物意思？啊，第1条球，国去互因掠一条好球。后影吼，这个每一局咧，这个教练团的战术啦吼，拢会当做一寡想法上的这个调整啦吼。好啦，这我感觉台湾的棒球爱进步啦，吼，这是古早这差不多30、40当年就这种拍法，即马嘛搁这种拍法。又讲出去应该是一支哇，2垒传向1垒，哇，咱留一个吼1、2垒的这个站垒吼，伫咧这局真正真可惜吼，无得到任何分数，1比0。有够可惜的一局啦吼，咱伫咧遮尔好的这个局面吼，无人出局的局面，吼，颠倒是这个一个短打。这战术无应该安尼弄的啦。是。哦，这棒球已经进步啊！你加50当前的拍法拢一模一样，对啊，啊你嘛免叫你来做教练。对啊，即马就是阿曾这种战术就是怪选手啊，选手拍了无好啊，毋是我战术落了歹，你选手点了歹，根本都无应该点的嘛。是啦吼，所以这场比赛咧吼，咱看到吼，这个可能吼是一个苦战啦吼，所以咱嘛会真正调整一下，透过这个每一届比赛，吼，会当甲这个想法做一寡调整。
比赛已经来到第5局顶半局了吼，咱讲到台湾队吼，虽然伫第4局有真好的这个空间会当得分，但是咱无得到任何的这个分数啦吼。老师头段嘛有讲到吼，这个咱台湾的这个进步的棒球吼，可能还阁做一寡调整伫咧。我咧怀疑讲教练在前台教练是知影啥物叫做得分期望达无，得分期望值是，吼，这拢总有20。垒包佮出局数拢总有24种，每种有伊的计算方式，人这大数据拢有甲你讲啊。啊，算啊到即阵咧用即种算法，啊，是啦吼，所以这个教练团吼，老师的用心吼，恁来听入去。共款吼是咱的这个罗明勇来做投球，今日用球数是第43粒，这球看出腿啊无？应该是一个无出腿啊，连续2个歹球。你也头拄讲，迄是第8局、第9局，吼，差1分平手，啊是讲赢1分要摕一个保险分，这拢有法度接受嘛？是。拜托的第4局呢？这球攻出去，来到中外野，但好稳徛伫遐接起，哎呦，这是我你讲这会带气啦，是，这会带气啦。你顶一局这种战术，你这局就带气啊，你知？哇，这支是互因讲着安打吼，本地看起来啊，这个日头迄个日头的影响啦，嘿。来看这个角度，但好稳无机会接，哇，就安落去。哇，这嘛会影响规个选手的这个信心吼。邱建明教练即阵来到投手帮家，来甲罗明勇。即马中国队伊就可能会甲你点啦。是。哦，伊甲你点，中国队要甲你点啊，伊要抢1分尔嘛。伊抢1分当然甲你点啊。头到这球咧，就是咱看到画面中这陈浩稳啊吼，日头甲炎啊这情形之下咧吼，就是判断球吼，判断无好势，所以这是一个安打。即马。哦，投手就可能爱较细腻咧吼。是，这轮到是因的7番罗彬彬。可能因若要点吼，有可能就是往那投一寡较歹点的吼。会球路啦吼。尤其罗彬用的球路较济啦吼。啊，这个去我讲一个长的，不要紧。这个外野个接杀，应该无法度走啦吼。因为我浅浅啊咧吼。是，这是一个接杀，第5局。顶半局，第1个出局数出现。我今轮到中国队这局第3个人数的打击。嘛是爱稳落来吼，因为即马得点位置有一个人，真正压力拢伫咧咱遮啦吼。这是因的平淡的中学生嘛来看球，因的8番吴天元，一个哇安排无碍，一个好球，一个歹球。140公里的球啦吼，就是喺投的入面。哇，这一出手就知影是歹球啊，2个歹球，一个好球。尤其咱讲进前对香港、对中国拢是即款局面，伫咧头前，咱拢无法度拍互开安尼吼。香港至少有3-0咧。是。哦。这球是一个好球入来。你拍到5局是1分差的比赛呢。哦。毋是讲咱讲了无好啦吼。就是迄个战术的这个。无啦，嘛袂用讲，毋是，嘛咪讲，这
无人去里面哪有战术？你看我咱即摆几支安打？咱即阵有嘿4支，对，嘿，啊面对中国队即种的，敢若4支安打，咱敢免家检讨。对，咱领队补上嘛不了济啊。这是一个三振，第二个出球数出现咯。当然啦，因为我头早有讲啦吼，对中国队即种的咱有压力啦，是啦，吼，咱有输袂起的压力啦。即阵轮到是中国队第2轮的交换，但是有当你愈惊输吼，你着拍着着淡淡啦，你着嘿，你着白卡白手白卡白手啦，嗯嘿，是啦。头拄白卡白手上好的证明就伫咧第4局下半局安尼啦吼。这第5局，同款是罗明阳要互伊来完成。我只有讲出应该有守备的机会。无问题啊，无问题啊，好来，这个是二垒手来出来发声，第一部队是无互因得到任何分数啦吼。台湾队也是1-0领先。好，有人讲吼，前几场咱拢是即个共苦斗啦吼，昨咱是3-2输去啦吼。今日咱的比分应该还叫互济，叫互交稳一下吼。啊，4支安打这表现，咱当然也是也阁有得分的这个空间伫。即阵要来到第5局的这个后半局，打球是咱的这个二番。同款要互因的这个米加宏继续来投球。再来咱2番开始啦吼，是，即局爱好啊拍吼，爱好啊掌握是嘿，咱整个的重心开始吼，是，尤其第5局啊，吼，第5局是一个坎啦吼，即个坎若行会过，上主要就是讲目前的打者已经是第2轮面对着米加宏啊，是吼是，拢捌拍过啊，选球非常的重要。是。咱继续转来到咱的公司第几台这场比赛吼，和花市做回来转播亚洲锦标赛棒球，咱台湾对中国这场比赛，轮到第5局后半局，咱的攻击，即阵是2番的潘俊武，面对投手呢，同款是因的第2任投手米加宏，第3局因换投手了后，吼，即阵同款是潘俊武，另外一轮的开始，哇，选球真好真好，3粒歹球。同样吼，就是共款，若是搁一个4粒歹球起哩，咱的战术都要做真大的调整啊吼。迄可以用迄个也要点球吼，真正叠卡层安无啦，毋是讲叠骹装啦，比赛进行中。是，这是算是4粒歹球，是，共款。伫咧第4局咱嘛是4粒歹球，即阵潘俊武嘛是经着一个4粒歹球。无啦，你也讲啊，有人上一堆啊，着要点球啊，这大家嘛去做教练，那就叫你去。即阵轮到的是民宿啦吼，咱讲民宿今仔日打球的是刺杀一场 K， 啊，所以选球也是同重要的。尤其今仔日咧，啊，单民宿面对这个米加宏咧，这个棍啊出足大机的啦吼。要推进吼，有足侪方式啦，无一定是爱靠即个慢度啦。是，啊，这球先来看，冲出一支安打，无问题。讲出安打的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单民宿，冲杀你，OK， safe。对嘛，较积极的啊，按就是啊。开就是安尼累积起来吼，累积起来。啊，这个靠这个安打咧，头拄啊潘俊武4粒歹球，一垒走过2垒，来到3垒了。这民宿嘛是真厉害，看遐有空啦吼。是。成功的一个打击，这阵轮到是高玉伟。高玉伟咧，今仔日第3局面对米加宏嘛是有一支安打。所以民宿即马是徛伫2垒哦，吼。哦，是。2、3垒哦。2、3垒吼，趁这个趁团啦吼。是。走去甲2垒，真好的机会。
哦，这就是一定要有1分。是啊，这基本功咧，是无人出局，三垒有人啊。哦，高有伟，这是一个好球。其实若有介意后把就用掌握吧啦，是啊，就使出手啊啦吼。因为嘛第2轮啊啦吼。因为即摆二三垒有人吼，是至少甲球拍远就1分，吼，至少就有1分啊。有影。啊，有当你也拍乌嘛，2分拢得啊。是。但是绝对袂使胡乱对白球出手啦。对。啊，这阵2、3垒咧，2垒是民宿啊，咱的 Captain Taiwan。家己设定啊好吼。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有啊！球攻出去。哇！结果球伤远啦，球伤紧啦。是一个 foul ball。可惜，不要紧，哦，就照安尼。是。投手咧，即阵2个好球，一个歹球。但是我那爱着球哦，吼。是。爱着球哦，因为这有无着球是无希望哦。是。期待这高有伟吼。咱的4番呢？伊第3球有去三振哦，嘛是爱犀利。这球攻出去，横度到够。落起哩是一个安打。走倒来，走倒来，两分啊！对嘛。这阵呢，台湾队是3-0的领先。哦，这高有伟这个安打咧攻了，真舒适的位啦吼。是。如果落伫咧，这个外野遮，后头啊，因的中外野手嘛想要用粗的落去接，但是接无到。还佫有咧哦。是。继续提分哦，哦。好啦，5局15分，这局嘛是有机会啦吼。5局15分哦，我感觉7局我都提10分就袂歹啊啦。是。哦，我都7局10分甲考到啦吼，这是咱的目标。有影。工作安打是41号高有伟，真好真好。啊，这局咧，咱无人出局。来，有进入。是。杨进入今仔日嘛是一个2垒安打哦。哎呦，比咧，嘿，这比咧，这是偷比的，偷点的啦。假影啦吼。假影啦，因为你讲一个安打了你一比吼，你一比这个投手就爱落伊的投手区啦。是。哦。你较城嘛吼，啊其实无一定会点啦。是。目前咱是3分的领先。这球偏悬啦吼，有影选球真重要。啊有，就是讲你也看讲人迄种有当咧偷点，就是讲啊伊看内野的守备位置拢伫最后壁，伊就点去1、3垒，哦，迄就是要 safety 慢道，迄是要降安打，毋是要牺牲家己。棒球比赛出局数是同重要的，只要第3个出局数无完成，得分的机会是无限的啦。有影，哦，这球讲出去应该是有安打的机会。来，个调岗，哎呀，无彩，不要紧，但是2垒应该有法度来到3垒。是，无问题，这嘛是一个成功的推进，降了远就有机会啦吼。这杨进如咧，啊，算是一个成功的推进啦吼。接杀，也有机会得分吼。一出局尔吼，一出局尔，后一棒。轮到是咱的6番李一伟，哦，李一伟就是顶一局吼，这个是个歹球了后，去甲1垒。是。共款哦，李一伟也是有这个降长机的。讲好出去，讲好远，就有机会甲。积分先摕入来啦，吼，积分先摕入来吼。是。积分摕入来，等于这局就是一个大局啊，就是3分啊。吼。哇，嘛是要xuất一个大机。不要紧，嘿，就是这个观念，你也有把握吼，就甲球拍较远，拍远吼。面对是中国队的第2任投手。而且跩选手拢已经面对伊是第2轮啦吼，这球是偏悬。哦，伊的球实在是无紧啦吼，毋是讲互你拍袂着啦，伊是要互你拍袂好。啊，你也拍袂好，你也讲伊也要互你拍袂好，你都爱好啊选球，好啊掌握。吼，毋是讲啊伊直球对决，你也拍袂着。哇，这球做无法度走。来，不要紧嘿。传向1垒，到尾负，safe，好，袂歹。哦，这个走位嘛非常safe，吼，爱注意。这是一个算内野的，无，伊这算嘛是一个选择啦吼，是，这太无死啦吼，这无算安打啦吼。这个野手选择去甲1垒，
这嘛算是一个因为 lucky 啊。因为伊第一个时间吼，传一堆，第一个时间啊，传一堆应该是 out 啦，但是lucky啦吼。所以目前呢，这个一垒是 field choice 野手选择去哩，叫个 lucky 可以去哩个一垒。袂歹，即马过来吼，咱会使个一垒投二垒，因发 time 嘛吼。是即阵换投手，无啦这是因的一垒手啦。一垒手嘿，头拄也可能有小可折掉呢。即阵轮到的是林武力，林武力今仔是免打伤哦，两支安打吼。是。应该嘛免发急啦，会使有一下战术的。哇，这球先顺球出手，但是拍了较远，所以3垒积分应该是有问。1分啊，1分打点嘛吼。无问题。无问题。这是咱的第4分，靠林武力这个咱讲高飞接杀球啦高飞牺牲打。牺牲打啦高飞牺牲打，1分的打点。这阵是4-0的领先。这阵轮到是蔡伟泰。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唔通放弃吼。有影。2出局还有机会。这个3分就是基本功摕落来，不断上垒啦吼。是，这轮到蔡伟泰。面对投手第一粒球是好球。这个投手第2任起来安尼伊用球数嘛要来到50粒啊。表示咱伫咧第4局、第5局，其实互伊制作一寡这个压力伫，尤其是第5局啦吼。咱是中国伊也无搁换投手，有可能就是伊无搁较好的啊。对啦。无照你讲是吼，差不多伫咧1局。嘿，一轮就爱换啦，有可能就是讲无较好的啦。安尼咱好啊扒嘛吼。是。伊也无较好，咱就想办法甲降落来，换起来搁较歹。是。咱的机会搁较多。两粒好球，蔡伟泰面对米家宏的打击，哇，徛伫遐无出手，去用三振。这无应该啦。不过咧，咱第3，这个第5局下半局咧，咱得到3分，4-0领先。我咧要，咱的换投手爱甲蔡伟泰。补手换落去，变5上分。咱即阵线顶的朋友已经有600几个人哦吼。头拄看到这局，咱摕到3分，大家有缘甲咱台湾队继续来加油吼。即阵目前第5局，这个场地咧进行一寡整理，时间会休较久一点嘛。是，所以老师嘛，甲咱简单回顾一下，就是头前。这个咱投手的这个表现应该是罗明勇，应该是真赞啦吼。3支安打对手3支安打，基本上无共款顶级的啦吼。咱甲中国队是无共款顶级的队伍，所以因的打者要拍到咱投手的球是非常的困难。但是颠倒过来讲，无共款顶级的，咱的打者要拍因的投手的球是安那讲，到即马拍5局，较拍6支安打，而且较摕到即条分数，咱有当家己来检讨啦。有可能咱的一寡。战术伤过保守，还是讲咱压力伤过大吼，刚刚讲咱有输袂起的压力，是，有当拔骹拔手，等到讲有当教练的伤过保守，这咱应检讨一下。是，不如个咱讲到第5局随做一寡调整咱看到讲小连线单品数高玉伟，这个小连线这个安打啦过来就是咱嘛看到讲这个高飞牺牲打，互咱伫咧第5局后半局摕到3分。就是基本功有完成啦所以继续来为大家来看咱的这个线顶的好朋友。目前咱嘛是500外个人有影咧另外一场比赛这个超级循环赛是伫咧暗时的是日本对上韩国这个韩国队嘛有足侪媒体报道尤其因家己咧报道嘛来讲，为虾米会赢了遐惨啊呢？是。对中国其实嘛拍了无好8-6啊。另外咧就是咱对台湾的时阵嘛是10-0去互咱赢场安尼。我是感觉韩国虽然是第
第一局拢乱年啦，对，规个拢乱年啦，换三个投手嘞，规个都乱年啊啦。是，有影就是因迄场比赛吼，咱拍7局，因换5任的这个投手，有人讲因就是较新的这个选手，1.5斤吼，虽然有来自因韩国职业棒球的这个选手，拢啊真少年的啦，拢啊较少年，来拖经验的啦，磨练经验。咱嘛讲到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可能咱遮入选的这个球员每年拢会去名古屋、名古屋来去拍这个亚运啦亚运是，所以这回这个若是咱这场赢场，就是马仔上重要的这个对日本。对日本，咱应该就是成功啊啦吼。是。咱伫即个超级总冠赛第2名就是成功。是。你第1名就是成手。就是成手。所以明仔载应该就是这个攻守的这个顺序拢安排好势啊。应该就是咱台湾对日本。是。所以明仔载继续6点半的时阵，含咱做伙来去看球。是。有人讲暗场接中昼场伤忝啦，线顶的朋友讲台湾安尼，但是这应该毋是讲迄落啦，因为咱定定比赛嘛会去当着即个暗早的场嘿。继续倒来到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中国这个超级循环赛第2战啊吼，咱看到讲，伫咧第5局后半局，咱是大补血3分，伫咧第5局，所以即阵咱是4比0。即阵咧这个场地也咧做一寡整理咱头拄嘛和观众朋友说明讲，咱今日若是赢咱是掌输日本所以咱是这个2胜1败啦这个对阵的这组合，咱是先讲伫咧马仔，这个咱讲对日本的这个时阵，伫咧6点半这个时阵嘛，邀请所有的这个好朋友继续和咱来看这场比赛啦其实咱头拄嘛有检讨讲，咱这场球啦为虾米赢的这个分数敢若4分尤其是咧第4局是一个较可惜的迄局啦咱们老师嘛有讲到即阵现代化的这个棒球内底。这个上垒莫用这个出局数来去换垒包，是这是同重要的。无的确，咱若是4局，迄个拍互开气势其实是会当连贯因为你无人出局，一类你有人这照你讲要摕到分数，而且毋拿1分的机会是足悬的啦。咱结果到尾1分都无摕到。有影。即阵咱看到的同款是罗明勇要来继续。来做投球，这是伊第6局的这个投球，保守共款也是错位态所以头拄我摇唔对去。伊可能是用球数无真多啦非伫罗明勇伊也无可能伫明仔载永远佫出赛啊。对。所以咱就是甲吹甲真棒啦吹甲讲伊的用球的数量还是讲伊的表现，伊的表现也好一直拢袂歹，维持落去就是讲咱这用球数量的限制，因为这毕竟拢是来自职业棒球，咱嘛是要好保护啦唔通为着1、2场的国际赛去受伤影响到日后的前途，安尼嘛是真唔值。咱讲罗明勇呢，其实来自中信兄弟啦这个因的投手教练就是咱的建明王建明其实讲因为过去呢伊是受伤伫咧今年1军的这个比赛时阵受伤所以。限制这个球数也是有的，只是讲咱今日看到讲伊的这个用球数嘛是真减少啦所以来看第6局，应该中信的球团有甲咱教练团先沟通过啦。有影。讲我的使用方式，是使用方法啦，使用说明书啦，使用说明书。即阵来到第6局顶半局，是因的1番，等于是第3轮的第1个人次。是。第2球抢到一个好球。目前用球数是52球，也是我那真好势嘞。目前中国队对罗明勇敢若讲出3支安打，其中其实是应该认真来讲是2支啦有一支是较幸运的。来，杀到接到团一队应该无问题。无问题。老师头拄讲，迄个较无影响的是，就是迄个高玉伟迄球啦对。这是个成功，甲伊刺杀伫咧1垒。
这阵轮到的是二番王子琪。王子琪咧，今仔日伫咧第4局，第一个人数的这个打球的时阵有一支安打。哇，这个共款是一支电风，互伊xuất推啊！这叫真明显吼，是，叫这个球掉掉。我相信王子，这咱讲罗明勇，这回若是投了真好势吼，回去伫咧接棒球的实力会搁加一坎啦吼。是，这有当国际赛对一寡选手的帮助，就是安尼啦是，不断累积起来呢。而且强度有当甲国内铺路的是无啥相共的。是，一球哇无球，小可较悬淡薄。尤其这个展翅旅馆吼，你像讲经典赛，经典赛你有一寡投手，你就会去对着这个大联盟的打者。是。也是讲打者有法度面对着大联盟顶级的投手啊，像咱明年有可能去碰到这个奥塔尼，是的，以后出来投球哈，也是讲咱的投手嘛有可能面对着奥塔尼这种顶级的打者。是，这个打者拄会着投手，投手拄会着打者吼。这球共款是互伊出队啊，这是一个成功的三振。即马观众朋友咧问啦，哈，伊讲今仔日啊，日本输韩国，安尼三队三队就是互加，就是比这个对战的内容啦吼。伊会比你也讲战绩共款是比输赢的啦。是。你也讲战绩共款是三队加做伙。对。我赢。A 赢 B，B 赢 C，C 赢 A， 是。这就来比这个优质的迄个胜率，优质的胜率，咱是比较输啦。优质的对战胜率，嘿。尤其咱讲赢韩国迄场比赛。伊叫做对战优质率啦。是。这个就是一个骨头。你也讲，敢若两队尔，就真简单，两队尔就是彼此两个人中是相赢相。是。有当会三队加做伙啊。是。三队的战绩共款加做伙嘛。就是拢两场赢场一个败场。是。但相信日本应该是袂互韩国遐尔轻松过咧。这球共款是互伊出队啊。这个咱讲到罗明勇的这个代表作吼，今仔日这场算是会当。我感觉莫安尼啦，对中国这种袂使讲代表作啦，坦白讲啦。好啦，好伊啦，一个 K 啦。这球咧，这个共款互伊领到一张 K， 3上3落，咱台湾队也是4-0领先。你讲这场伊的代表作是咧甲亏啊，是咧甲俄罗？俄罗啦，俄罗你袂使对中国，你也讲对，你也讲爱看顶级啦，爱看这迄落啦，你袂使讲像对一寡种个二坎的队伍，你就讲投了好，你是代表作。二坎的伫咧2008年嘛是赢咱的，迄是咱的问题，迄是咱的问题啊。是啦吼，咱输这种队伍是咱的问题。咱赢咱这种队伍，无，其实他们讲无达咧，会咱是欢喜啦，但是无达咧通什物骄傲的啦。我简单比喻一下就好啊啦。咱规个国家，咱台湾这个国家，伫这个棒球自细汉自一个囡仔开始投入偌济资源。咱若搁输这种开发中的国家，咱钱咪拢等喺水沟内底。是。我会看的是安尼啦。即阵咧要轮到第6局的后半局吼，因嘛换因第3任的投手，这应该是生疏啦吼。欢迎继续倒来看这场台湾和中国这场咱讲超级循环赛第2场比赛啦吼，台湾队目前是4-0领先。
比赛已经来到第6局，这个后半局，因嘛是大打换第3任的这个投手，咱嘛换大打。咱换大打吼，因换10号嘛吼，是，啊，咱换7号。因这个投手做苏斯迪啦吼。这是一个歹球。啊，咱这个台大的是咱的陈志武吼，陈志武过去台大拢有真好的表现。哇，这粒球是叫伊成着出腿啊，2粒好球，1粒歹球。应该安打无？看卖有机会无？小度传向一垒应该是安打。哦，这是一个内野安打吼，伊把球砸到有改变方向啦吼。是。这是咱面对因第3任投手吼，咱是一支安打。哦，这投手动着吼，改变一个方向。讲这卡定嘛真紧吼，真明显吼。是。就是大打建功啦吼，咱看到这个咱讲陈志武啦吼，过去的比赛内底，只要有起来，就差不多有上垒。就轮到咱第4轮的一番陈浩武，这是来头点，嘿，这个成功的推进，水有无？哇，结果嘛是好，成功推进，甲这个头拄讲安打的陈志武咧送去哩2垒。啊，像这种点球方式是有法度接受，就是讲，伊是头点是要点安打，吼，毋是讲纯粹是要牺牲家己啦，吼。是。这是有法度接受啦，吼。啊，你也讲，吼，纯粹是牺牲慢度，吼，这我就感觉较无应该啦。今轮到是潘俊武吼，今日是有一个4粒歹球，也来顺球，今仔日安打的表现。这是较偏悬的歹球，有共款吼，透过选球吼，咱莫安尼扫吼。共款是一粒歹球，偏外角，搁较低一粒歹球，2粒歹球，1粒好球。2垒咧是咱的陈志武3粒袂歹，3粒歹球，1粒好球。这粒球应该搁等1粒吼。哇，是一个好球，这球球数1满吼。来个满球数，一粒到伫即个外角吼，外角的即个边仔角，这球甲伊滚出去，交出去，先甲破坏掉啦吼，一球无拍，竟是好球，巴达人比你会款，是毋是？是，等伊啦吼，巴达等伊啊。同款是满球数咧，换一支新的推啊，继续来做打击。来，这是一个真好的呛死哦，啊，好球唔通放过，啊，歹球应选掉。这球应该是foul ball，一个做外野，带外区。球数无变吼，是满球数。来想办法上垒吼，想办法上垒，安打。这个讲出应该是一支安打，
哎哇呀但是一个哦，这边因为手的这个手套直接接杀，哦，讲了真好，但是讲其实是较歹一点嘛哈。是这是一个接杀。两个人出局，目直前接讲去呢手套内面了哈。是目前也是二队有讲安打起的单第五。轮到咱的陈敏树 Captain Taiwan， 哦，今仔日哦是其二垒安打。伫第5局吼，这个讲出第一支安打就是伊啦吼。第一球咧偏悬，但是伊支安打是变2、3垒啦。是。这是一个foul ball。一个好球，一个歹球。这球调了变较伤悬悬啊！啦吼，调这伤悬。应该是因的中外野手来接。咱伫个第6局后半局咧，留下一个二垒的残垒。救紧的款吼，哇，头拄啊，咱看到受伤啊，陈敏树啦吼，这个去用，这球应该是这个卡拗掉，我咧打球还是时阵，讲起尔了吼。这前3场比赛吼，这是出现第3届啊吼。按有可能会换，有可能会换手臂哦。吼，是伊守一垒的嘛。是，可能高耀伟会来守一垒。继续投。是。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台和华视咧，上下都用台语的方式来看亚洲棒球锦标赛。咱台湾对上中国队哦，目前来到第7局顶半局，头拄啊咱看到上尾一个打球的咱 Captain Taiwan， 啊是受伤，来，这粒球吼，直接找咱的林武力的这个手套。同款的投球的也是咱的罗明勇吼，非常的省吼。是一粒球。即马6.1局的投球用63粒球呢，是，所以算真省啊。有影。这轮到是那5番刘新良。同款摕到另外一个好球，2粒好球，这阵罗明勇球速领先。这是较偏外角的一粒歹球。 2粒好球先掉一粒吧，吼，是，头较开一点嘛。吴明勇这面容看起来就真少年吼。是。
头拄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高友伟即阵去收1垒啦吼，啊，这个3垒的是陈胜贤起来收3垒。罗明阳真少年吼，即马较21岁啊，是。 2004年的。赶快吼，这是一个 foul ball， 球数也是投手领先。这球向攻出去，我看卖咧，交互中华野手，但浩稳接杀 ，two out。这粒其实讲了袂歹是呢，吼。不离个咱收了更较好啦。是。这轮到是达欢，着冠德，着冠德咧，今日有一支安打的表现哦。啊，目前安打数咧，这个中国是3支吼，咱台湾是7支。这球是偏外角的歹球。 这球过路吹向3垒，传向1垒应该是无问题。这球咱互伊3上3落，台湾队也是4比0领先。阿明，这球咱摕只6分会敢好？ 当然嘛好，这球咧咱的是高友伟开始啦吼，啊无摕6分，咱都继续报落去。是啦，咱之前甲讲啊大声，讲要用电啊金试试。哦，嗯，有咧我的面车破嘛是写要甲电甲金试试。加油加油吼！咱线顶的嘛有讲到吼。 线顶的朋友嘛，甲咱台湾队加油一下，吼，咱的这个打线吼，其实那个顶动起来，动起来明仔才有法度对日本，吼，咱昨对日本迄个安打数嘛是足济足低，是足少的啦，足少的，嘿。所以目前4比0咧，咱其实来顺球搁较济攻势，这个串联吼。 继续倒来关心咱的亚洲棒球锦标赛，台湾对中国这场超级循环赛第2场比赛吼，即阵来到第7局这个后半局，台湾队目前4比0领先。即阵轮到的是咱的4番高玉伟来做打击，高伟今仔日是真好的表现，有一支1垒安打，一支2垒安打。哦，高玉伟咧今仔嘛有这个1分的打点。 咱头拄有咧讲哦，讲这因这投手应该是愈换愈歹尔啦，是，哦，所以咱爱较有耐心咧。连刷，诶，不要紧，这粒球送伊，才无要扣啦哈，才无要扣。两粒歹球一个好球，这粒外较悬球啦哈。是，这球攻出去，赶快是找到1垒手，1垒手接到吼，到保卫的投手。 这是一个刺杀。所以咱到的是咱的这个5番杨进如。哦，杨进如今日打球有一支2垒的安打，伫第2局。哦，第2局咱嘛是有得到1分啦吼，攻势是伊遐开始的，伊也是走倒来咱第1分。是。 这是偏外角的歹球。咱第2局是留下原垒的残垒啦。是啊。哦，第4局哦是2垒的残垒啦。
哦，2、3垒的站垒啦，安打出这是现啦，冲出去吼，这个二垒手速度之间，真标准的一个安打。所以今仔日的杨振如嘛是有2支安打的表现。这轮到是李一伟，李一伟咧今仔是这个野手选择吼上垒，还有一个4粒摆球补送，有 hit by pitch。所以今仔日嘛会当寻求一个家己的个人安打。这是foul ball。积累啦吼，嘿不断积累。是。咱讲到咱的野手啦吼，咱的打者吼，其实拢来自咱的这个业余合作金库。啊，即用喊咩哦，是安打。卡的啦，一直在卡落去啦吼，一球较悬吼，但是你要用卡的吼，卡出去即个咱讲5.5号位置啦。是。但是即个三垒手甲游击手的中，吼，要用卡的，卡过即个咱讲5.5啦吼，因为三垒手是5号位置，游击手是6号位置，中这叫做5.5号位置。即阵要轮到的是咱林武力哦，林武力今仔嘛是有2支安打吼，啊第5局迄个嘛是高飞牺牲打吼，所以今仔是算真好的表现哦。同款哦，这个一二垒哦，也阁有咱的让纳，哦，拢是安打上垒的杨振如和李一伟。是。这段现场，咱的大桥帮咱加油咯。今仔的状况真好吼。是，真烧。所以要好啊把。有影。哦，2支安打，搁1支高飞牺牲打的打点吼。这是较偏打者来角，一粒歹球，即阵累积2粒歹球。伤歹球就选掉吼，这咱一再讲过，唔通射拍，唔通射摸。歹球选掉，咱若选到4粒歹球嘛是上垒啊。是。这是来一粒好球。大家最近一般拢会知啦，你也平时就咧看球，就拢会知讲，其实上垒率是上重要的啦吼。有影。甚至于讲比你安打率较重要啦。是。哦，上垒率啊吼，咱讲即个 on base percentage。哇，这球攻出去，干嘛咧？是右外野这个方向。向外野接到，走3垒。3垒，哇！走3垒啦哈，无问题。这无问题。这是林武力咧，共款是一个接杀，但是甲二垒的这个让呐。推进到3垒，这目前咧1、3垒，咱的让呐，3垒是杨振如哦，1垒是李一伟，目前轮到蔡伟泰。蔡伟泰，咱讲伫咧对香港的时阵有一支全垒打的这个表现哦。即马。其实有法度来一个双头垒的战术啦，吼。是是。你双头垒的战术已经减一个封杀的机会。是。这个是一个歹球。啊，虽然2出球啊，但是因为中国这种队伍吼，因这保守可能较无法厉害啦。所以咱有机会吼，咱嘛是会使一个1垒走2垒。尤其林武力是有卡定的吼。这球攻出去，哇！直接去找二垒手，啊，就是封杀啦。封杀。伫咧第7局后半局咧，咱留下1、3垒的全垒无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4比0赢先。
即阵要轮到第8局顶半局吼。即阵来看咱的投手调度是毋是有换人？换人啊，站起来放火烧的杨杰文。哦，杨杰文的长是到即个一个人厝了后，就向换落去啊。是啦，就是一直投歹球啦吼。是。杨杰文的是来自台湾电力，啊，这是捕手嘛换人啊，是咱的昨有一支红不让表现的吴尚勋。好，赶快继续为台湾加油哈！这场咱是袂使输。哦，咱来甲即阵目前这优势哈，拖到明仔冠军战。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的线顶开讲室咧，含咱花市哦，双声道台语部分来做伙欣赏亚洲棒球锦标赛超级循环赛咱的第2战吼。伫咧遮咱对上的是中国队，那么看到咱整个的这个手臂有做一个大的这个调动吼，咱即阵的投手是换咱的第2任投手杨介文来自台湾电力，啊捕手咧嘛换张吼，有一支红不让表现呢，咱的这个吴尚勋，这球先来看讲是由外野接杀，用这粒球。真干性，哦，10号咧嘛是咱换起来这个黄碧瑞，哦，黄碧瑞是即阵哦来做右外野，啊，顶手伫咧右外野，嘛是来自台湾电力。用球数一球就甲解决。即阵轮到是因的8番吴天元，这粒是一粒好球，哦，146公里。杨杰文哦，这个姓杨的，台东杨家班。台东台湾拍球姓杨的，拢来自这个所在。是。哦。啊，第一个就是咱古早吼，这个味全龙的这个杨介林啊。哦。这咱啊，这帮元年开始咧看球的，拢会知。是。哦，杨介林。这球叫伊攻出去，一球接杀，一球右外野，一球左外野，这是目前是2个人出局，头拄接杀是头拄嘛是换起来吼，大大建功的陈志武。啊，用球数即阵3粒。啊，4粒。这杨介林古早知吼，伊捌投出台湾第1场无安打的比赛。哦。就是杨介林啦，吼。是。这球较偏悬。啊，杨介林伊投球的方式吼，嘛是这种呛水感的吼 ，submarine 的嘿 ，submarine 的。这个是较偏外角的一粒歹球，安排也无扣吼，2粒歹球。伊上场的球数来到这个151吼。是。主要控球爱好啦吼。是。这是互伊速推啊吼。昨起来问题就是球投袂入去啦吼。哎。啊，拢是2粒好球领先了后，一直这个满球数啊去互讲安打。这是共款互伊速推啊。真明显吼，这中国的这个八大的速度对袂着，嘿，对袂着这个杨介文的球速。这球叫伊攻出去，共款是伊瑞秀接杀，这是高玉伟一个 nice play 啦吼。目前咧共款是互因3上3落，无互因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4-0领先。第8局，好，咱过来看线顶的好朋友。
伊嘛咧做一寡手臂的调动吼，即个面对第八局后半局咧，咱看到因的教练团吼做一寡调动，投手应该是换，毋是共款的吼，共款是苏斯德。啊，不过就咱伫咧第7局。迄个内容那嘛是有较可惜，咱是有安打啦吼。好，咱这个第7局咧是杨振如，啊，过来李一伟啦吼。两支安打无得分啦吼。所以来到第8局哦，第8局第一个人数是蔡地如，已经换陈地武啊吼。好。继续登来到台湾队和中国队，这场亚洲棒球锦标赛超级循环赛第2场比赛哈。这阵咱是4-0，伫第8局后半局，咱来做攻击。这阵轮到的是台大，伫第6局，这个一支安打的陈地武，陈地武，伊6局起来台大的啦吼。是。咱即局摕6分嘛是要法度苦赌的啦。有影。但是咱即局也摕无6分，进入第9局，迄就无算提前结束啊啦吼。伊咱是后攻的啦，就只要甲9局上半收掉的吼，咱即场比赛胜利吼，就摕到冠军赛门票啦。对。哇，这个嘛是一缸电风啦吼，属较大缸一个。2粒好球，2粒歹球。球数是投手领先，因为投手是中国队的第3任投手，用球数咧嘛是来到34粒。这球讲出去应该是一个安打。哇，结果 safe，苦斗要有机会哦吼。陈地武咧，今日已经是2支安打吼。咱咧讲陈地武真正是真好的表现吼。过去大打起来就是上垒。这阵轮到的是陈浩文。来看这运动队哈。这球讲去，哪会敢若伊的画面尔？结果一垒用咱处理啦，吼，是，无人去做一下保护啦，吼，一垒放空城，是。即轮到咱第5轮的第1打席，是咱的陈浩文。我投啊，无咧，无，同款，同款嘛吼，10号，10号。陈浩文，陈浩文其实嘛咧顺求伊今仔日安打的表现哦。这球是偏悬的歹球，同样吼，今日咱来赢球啊，暗时咧，这个日本队嘛赢韩国，明仔咧，就是中昼时阵韩国会对中国是伫咧拍季军战，嘿。这球是foul ball。因这投手的号码，人拢较细，较细副吼，是，较细组，这可能无共配是，哦，看起来咱无共配，是。这11号、10号，这拢较细组，较细，哦，号码拢较细号。是。亲像咱的就是一个满满的号码安尼吼。伊其他的手臂位置的号码嘛是拢真大字咧。啊，是安那即个2个投手，一个11号，一个10号，这2个拢较细号。目前这个球数是投手领先哦，但好稳的打击，哇，结果掉掉哈。这是一个三振，要拍一个变化球啦。是。
这轮轮到的是咱的二番潘俊武，潘俊武咧今仔是一个刺杀，一场三胜，一个补上，一个接杀，嘛是无安打的表现。这是一个第一粒的foul ball。目前呢，一垒是头拄讲安打的陈志武。这个尾局，包括投手犯规，投手犯规哈，就是无完成这个投球啊吼。所以咱的这个一垒的陈志武吼来到二垒。投手犯规嘛是垒上有走者较有这个记录啦。是是。或者加搏投共款吼。嗯。啊，因为一垒吼，一垒袂使加团呐。是。哦，会使全部垒上的走者，敢若二垒会用加团尔。一三垒，吼，你卡打出去，绝对要甲球传出去。你也无传出去，就算一个投手犯规。是。啊，伊头早就是要投一垒，结果球无投出去啊。就是假影，就是无投安尼是，袂使加牵涉啦。是是是。啊，这球咧，咱去互这个线心看一个出推啊吼，两粒好球。共款吼，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吼，趁这个补救吼，咱看会当甲蔡志武搁推进。这是一个很悬的歹球，两粒好球，一个歹球。啊，这个第三阵的投手咧，即球用球数嘛较济啊，42岁，咱好好把握一下。哦，安排无球，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咱目前是10支安打呢，是10支安打，10支安打，你搁包括讲对方互咱的保送、迄摆pitch咱总也强的，咱摕这4分实在是有较少哈。是。这球搁甲，哇，结果摆头的。咁有机哇，去互伊接杀，去互伊接到哈。哇，这个潘俊武伫这个系列赛这个打击吼，其实安打吼，敢若第一场比赛对这个巴黎斯坦，啊，这个嘛是界外球，用接杀。这阵要轮到的是啊，代替陈敏树的陈胜贤。啊，是啊，受伤吼，落去休困。啊，咱讲伊的这个受伤无遐严重啦吼。陈胜贤应该是起来守三垒啦吼，啊，原本三垒的高后卫去守一垒啦。是。啊，这个更正一下吼，头拄啊，咱讲到潘俊武咧是这个系列赛内底15个打席。哦，3支安打啦吼，这是较低的歹球，同款吼，果咱的这选球，想办法搁摕1分啦。是是。好球。两粒歹球了，一粒好球入来。哦，莫袂记哩吼，这个咱的陈胜贤，这个对香港的时阵是首打式 home run。这个骨头卡，歹球，搁一粒，3粒歹球，一个好球。
安排扣起来，这样满球数。当然啦，因为3粒歹球啦吼，即个想讲啊，算着吼，就上一堆啊。是，二垒咧是咱陈第五哦，满球数破坏掉去。球数共款吼，2粒好球，3粒歹球，满球数。但胜起然后都徛起咧垒包，即阵就要换到咱的高玉伟吼，今仔有2支安打的表现。这球讲出去，看有机会，哇，手欠，伤悬，找到做外野手去用接杀，留下一个二垒站垒，不如过咧，咱也是4比0领先，第9局顶半局甲收起来就好。乡亲朋友，大家好吼！咱即阵要来到上尾一局，咱是伫咧第8局，拍刷咧，目前是4比0领先。咱的安打数10支，对方是3球一个失误。即阵目前咧，咱嘛是有超过700外人来遮共同来看即场球啦吼。即阵咱看到换咱的第3任投手。这是王正浩啦，王正浩昨嘛出来，但是昨伊的这表现共款吼，满垒局面，迄个hit by pitch 吼，日本佫摕到迄个第3分吼，嘛是咱讲昨的胜败的关键。不过咧，咱讲今仔教练团拢互因起来啦吼。是。咱等于就是今仔日所谓出现的投手可能明仔载拢未出现啊，明仔载可能先发就是单木兴，无就是新辛那提红人队，这个咱讲林胜文是。欢迎继续转来到咱的第9局顶半局，目前台湾队4比0领先。即阵咱换投手吼，是昨有出场比赛，咱的70号王正浩，面对的是因的。第4轮的第1个打席，咱的这局该收落来，咱就摕到这场赢场。这是一支这个右外野接杀，无问题，用3粒球甲两背咧接杀右外野。今日两背咧是接杀2个刺杀。上摆一个打球是接杀，所以4届拢无上垒。过来是要轮到因的二番王子琪，王子琪咧伫咧4局的时阵有一支安打，但是咧嘛受到咱的一场 K。这球讲出去应该是这是二垒手一个失误。球已经动了，但是无法度落去啊吼，这是算一个失误。要紧，稳落来哈。稳落来，双杀打得好。失误有几啊种啦吼，这种的坦白讲，垒上无人吼，无引起大过错吼，这随甲袂记哩吼，等下甲补起来就好啊啦吼。无等后一支就双杀打。是，中国队这阵换代打，这是较偏假歹球。这是一个foul ball。王正浩的球速吼，差不多是球速，差不多伫140外公里顶下吼。
这球过路看有双杀，哇，够 lucky， 但是先处理起来，稳起来。安尼也无算失误啦，吼。啊，收起来就好。伤急啦，伤急啦，吼！想讲要来结束啦，吼！想讲要来结束啦，要来切动相杀，吼！结果有一摆金吼。这第一时间宣布接着用这出位来完成这个守备。伤急就是想讲，未前接到就想讲要传二队啊啦。是。这阵咱剩上尾一个出局数，就当赢这场比赛。是。不过咧，这阵二垒吼是头带。咱讲这个15起哩，甲一垒即阵来到二垒。即马中国伊一定想要拍破亚伦吼，是。啊，咱就千万唔通摕到即个唯一的1分。收来就好。对，甲收起来。第一粒球是xuất棍啊吼，这是气势啦吼。气势。这粒看起来则像是2线的快速球。快速球。Two seam fastball。这轮到是因的4环2环。这球是小可较偏外角的一个歹球。李环呢，今仔日伫咧第2局的这个一开始吼，这个无影响的内野安打。是。这球互伊讲出哩解外球，咱要赢这场比赛，剩一粒好球，就使摕落这场比赛。纪念品啊，纪念品啊，嘿啦。咱台湾上大纪念品就是马仔哦，这个金牌啦吼，冠军甲摕倒来。是。所以咱查冠军战的门票，就剩一粒好球。这个无话较悬实啦吼，一出手就知影较悬淡薄啊。148公里哦。面对上尾一个好球出现，目前投手球数领先，2个好球，2个歹球。这球是过路的机会，好好甲伊处理起来，赶快高位位家己来，无问题。解决上尾一位打者是李环，咱这场比赛呢4-0赢到咱讲冠军战，这场真重要这个门票啦吼。咱来先请老师甲这场比赛吼，小可搁甲大家解剖一下。马仔咱怎应对对日本这场比赛？咱的投手当然是无问题啦吼，敢若互对方讲出3支安打，无失去任何分数手臂有一寡小差错，但是也无造成真严重的失误。是所以是咱这手臂是完全无问题，但咱进攻效率伤歹因为咱讲出10支安打，甲摕到4分啦无这场比赛照理讲比数应该用游较开咧，嘛免拍到最后第9局啊。是，所以咱讲做一个真好的这个调整了后，马仔咱就来应对着这个冠军战、金牌战尤其咱讲台湾伫咧这届真正真有机会啦会当摕到这个金牌。咱讲前5届咧，咱拢是这个前2名啦伫咧这个2届进前，咱有摕到冠军相信咱若是伫中国。福建兵団摕到这个奖座，回来台湾，迄是真公认、真欢喜的一件代志。尤其佫是赢日本所以咱虽然总输去今日赢这个中国，但是咱已经摕到这场这个门票啦所以咱明仔咧，就要伫咧暗时6点半6点25啦和这个所有这个观众朋友做伙来见面，来好好来看台湾日本这场冠军战啦相信大家嘛真期待嘛，透过咱的这频道做伙来看这场比赛。今日嘛非常感谢国洲老师和咱做伙来看这场球。感谢，多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明仔载继续加油，加油啦所以咱明仔载咧，同款6点半的时阵，和咱线顶，和咱华视这个上声道这频道做伙来看咱的冠军战咯。再会，拜拜。拜拜。